我们祖上4代那都是跑江湖卖艺的。你抓住脑袋，来，抓住脑袋，脑袋里有，这是你脑袋。好，随便问一下。好，首先有沙师，掌声鼓励一下。好的，掌聲鼓勵一下。呢排廣州出現咗一種城市幻象，唔係演唱會加場，唔係國際藝術節，而係忽然喺你面前彈出嚟嘅流動馬戲團。係咪好好奇嗰邊搞邊科？嚟一齊睇下網民拍翻嚟嘅花絮啊！除咗動物表演，仲有傳統雜耍、心口碎大石、噴火、活捉大蟒蛇，乜都有。馬戲團來了，20多隻大老鼠。廣州啲朋友仔同我講，而家求其企喺屋企陽台，都聽到演出預告，用喇叭滾過嚟，14公斤重嘅大老鼠水豚跳舞啊喂！有卡皮巴拉，38斤大蟒蛇。聽落已經夠晒精彩，埋去睇簡直震碎眼球。佢哋居然攞雞嚟做實驗，過程係先捉住隻雞，再用刀割雞皮，之後徒手硬咬雞腳，再抹上所謂嘅神藥，然後大嗌一聲啊！隻雞掙扎2下，又可以雞咁腳咁走，場面實在係好血腥。我寫稿嗰時都係唔敢直視咁幫你哋睇完成個過程。追落去先知，神藥1套6支100蚊人仔，有老友記拎返屋企，用鼻解構咗一下支神藥嘅物質構成，結論係清涼油加豉油，冇乜副作用，亦冇任何神奇功效。講到呢度，稍微有啲愛心嘅都會為咗啲動物嘅遭遇咬牙切齒。再睇返公共秩序，救護車就地開檔，鐵架一陣間就變成舞台，彩布一掛，喇叭一開，燈飾一插，行人路即刻轉職做觀眾席，消防通道臨時兼職做後台走廊，就連商場正門嗰啲鐵馬都呻。喂，大佬，我真係就嚟頂唔順啦！唔好唔記得呢度係廣州啊！廣州塔周邊、陳家祠門口、市區頂級商場外面輪流上演，搞到好似城市大型快閃擂台咁。網民留言已經爆晒，唔會係咬斷雞腳搽神油，阿公阿婆買神油啩？呢啲咪就係20-30年前嘅舊把戲咯。萬科你連續4日聽到大喇叭，真係冇嘢好講。廣州係一線城市，點解容許呢種欺騙加擾民嘅表演咁光明正大呢？明知係假藥，明知阻街，點解睇極都未有部門拉人？真係見唔到？定係覺得文化要包容呢？如果大城市繼續用無限寬容當治理，遲早活到似第3、4線模式，風景仲喺度，底線唔喺度，到嗰日大家就唔係睇馬戲啦，係俾人當馬戲咁睇啊！留言講下你嘅睇法啦，鍾意條片記得俾 like 同訂閱，支持 Channel V 出更多嘅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。